接近大自然，让自己的心能够得到清醒，讲清心得啊，生活上，所以讲意思就是讲，你家己生活中有压力，有一寡繁杂的事情，这是一定会的。但是你来讲，没有去旅游观光，有感觉讲心情是比较舒服的，能够跟大自然接近，那我们心能够得到一个充实的，一个舒缓疏解。所以讲，或许的利用这个影片，这个影片已经找得到了，就剩下后水扣了这一片。因为是多少年前？1987年在那个大陆丝绸之路，伊去做第三章，伊去做这个海岛，但是伊无配乐，伊就叫这个许多人，伊是日本很厉害的一个配乐大师请伊来配乐，所以民国76年到即马。这影片就要做一个补的，或许感觉这做影片够厉害。伊他把内容是大家串联，丝路、钟楼、天地创造神、遥远的大河、长城要飞天嘛我20年前无加无减，伊的影片内容做到好势，我感觉其实是做的感觉，由他音乐跟他影像就呈现个引导在个咱心中循过程甲恁直到最后悟道变身，这无文字咯，挂影加歌无文字的，或者感觉这个似乎能够表达一点他内心一种澎湃汹涌。如果能够有在这方面有一点小小的领悟，有一点感触到的话，或许是一个小帮助了当然嘛是后续，可能我倾向感觉讲同这安尼会使，但是不一定。我认为讲这个物件开始有一棵树去做。希望能够做个抛砖引玉，以后有前景，刚刚讲这个物件，音乐影像，它不只是能够让你感到说听得很舒服，就听那个有些歌啦、国语歌、是西洋歌曲、舞曲，还到后跳舞怎么做方式，不只是这个表面短暂的快乐，而这是内心里真正里面的喜悦。或许心照一遍，单照一遍。那个来做这个，大家评价，OK， 好，开始。咱或许或者不是去看这，就是讲咱先看伊个过程伊丝绸之路是讲伊新疆、西藏遐嘛，拢是骑骆驼的。伊咧这样的，但是讲好像是有人生旅程，从出生以后就不明所以的劳动者，有些要生活嘛、趁钱嘛，趁钱呢。伊生活方式怎么讲？所以刚刚有各种的劳动者，伊这个就是酒啦，那个衣绸啦，茶叶，香烟等等，这个物件的交易贸易，较早是安尼，到即马可能是有其他的买卖伊就是用这个物件，你感觉讲，咱的人生，就是各种生活中，表现讲伊忙碌的情形。所以伊条细分15秒的时候，伊是钟楼钟楼意思就是讲，你看着，你这行人，突然间看着天气，怎么呈现一个好像李天那个宫殿有没有？你心来讲就满意。我一定要休息了，或者我现在人去那个地方，是不是一个目标？一个向往，就是这样子。一个4分15秒的时候有一个休息不着的向往，这是钟楼，钟楼嘛然后到第3天地创造者在6分15秒的时候，不行，这巧对了，7分6分15秒，6分35秒他了解说天地创造神，其实这是一个日本梵语，就是讲创造天地之神应该这样讲才对。创造天地之神就是大者嘛，你要领往大者，要从什么地方去领悟？就是咱或许有一个小小的讲，隐藏天地之间的无形说法。因为你咱去出头，就是接近无形说法。山水之间、云雾之间，让领悟到你内在的一种灵性。隐藏在拨云见日之后，你
天水相间，天水相间就是咱在话怎样？我们讲上者，好，就是安尼。就我们在讲，全部都是用这种很迷惘的物件，这个，你看这个岛，它很奇怪，它比方说瀑布啊，或是大海、大水那种用起来山洞里面，跟它玄关过，一个唔是话我看山洞，我一定就看出来，玄关山洞就看出来，因为感觉伊迄种物不太一样。你山洞内面经过玄关看出来，看太阳，这个是有点内在的这个领悟的所以说到第四表演大的时候，内心说对刚刚做澎湃，我就像这边表演大的，开始是拨云见日的，先拨云见日。拨云见日看到表演大海，因为刚刚天水相间，就是那个边飞一天，云下云烟，云际上那个彩虹，就是这样子。现在在那个。所以说，领悟出自性之道，领悟出明师一指，内在灵光画面。或许讲啊，刚刚有点无做抽象做微妙，但是这物件真正切中那些，这个题或者看50遍以上啊。当你看50遍，这个刚刚真正会被他内在的物件所吸引到。所以讲你以后呢，第5个是长城，13分26。你有所领悟，但是在了解讲此生因缘，经过思路，经过这领悟。你也拿行很长，你人生都嘛要继续行的咯。所以翻山越岭行长城，就是讲继续你人生路对啦。袂使讲我这一生想要去修就好啊，世界是讲无差啊，嘛袂使，那是。最后面的飞天，飞天就是讲伊用作一个菩萨的相貌，你讲我修行，我即摆修行啊，我做快乐做欢喜，你表达内心快乐。但是他用很多图，并不是很端庄的图。有些甚至有漏点的，语句不嘛。到最后他就修行那个准提菩萨、八地菩萨，就是这个佛教的那个诸佛之母准提菩萨。到最后他就有所领悟。各种菩萨的脸、动作、甚至是漏点的。到最后才实现那个八地菩萨，这个准提菩萨是这样子，一直说我们要破相，修行的破相，从内心的领悟到破相，这是一个心路历程。那你要突破，没有突破的话，没办法体会生命。然后跟大家介绍这个思路钟楼，天地创造神，表演大海，长城飞天，一共20分钟，我们感谢一下。音乐很好听，音乐可以去学习，评价是赞美，欣赏一下。下来请。下不过来。好漂亮，好漂亮！那你这放漂亮啊？这边啊，那放你那边在激动啊，都起雾了。
路下架，全部加入。
形状不一样，还是你可以很有发出来的，你要从里面看出来的。里面它会有这样子。逐渐来到。或许你的话在，这是老母啊，老母那不是啊。像大海一样沉静，心在经历。我们就像蝴蝶一样飞过大海一样，经常飞天。别说了，别听了。
中造出来的样子，来，看你会觉得这个意义的啊，你看看，每张都是这样子。修道喜悦里面，成就的喜悦。今天有本书可能是第一次看过本书了，但是以后有机会别看啊，那或者后来或叫我实体啊。那请看第一章，第一章是后学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无极性反转，用这个板子更加看的这个故事图片来清楚的内照，从外面照进来。那每张图都是从中心点亮起来的哈，这里给它描述一起来。当然，这不是代表是名词一体哦，或许是用这个来比喻说，咱血是从内在亮出来的，不然怎么动这个地方，光是要回进来的，你回进来制造就很多管的哦。如果他都看不好的是那个灵光，是不是？他看不好的，你无修整的力量哦。所以今日咱讲这无敌性，就是往内在照见，才能够完整的、清楚、明白、清晰可见。真正清晰可见，你看我号码清晰可见，你看里面嘛才清晰可见，不只是看外面啊、哦，真实呈现并无遮掩。老师讲哦，山水哦，最早看山水啊、景色、思路哦、长城，这
即种无惊通过，阮搁甲伊炸，咱先慢慢是我看去。伊讲。看到小说讲，这故事叫“触目不会到，运主焉知路”了啊。这个会就是领会的意思，不是讲会不会的，领会的意思，运主焉知路。道跟路都能清楚，但是为什么不能领会？啊，无嘛，这情色是安怎？我就知影哦，已经甲你讲明水记了，但是咱我就领会。哦，啊，当你当时要修行要行时，咁的确有知影无？哦，所以讲就是讲真实呈现并无真遮掩，就是讲这个物件拢，你若了解能看到，就是我是第三样。也袂讲讲，你看咱咧或许较早唱的时候，有讲较早做人头，讲伊做人头啊，过来外行伊嘛，咱外大家比较说拍戏，你我袂使，啊，我看伊咧讲，啥你无，我讲这咱无，啥我袂使，啥袂使。伊讲迄外就一个细个较紧一个，较较中一个，啊，伊无就是讲有啊，我看伊无，我做无，无怪就出师，啊，再做人办嘛是，迄对了，看我要惊死，我就做，迄个做一工就无做。因为讲居高症，所以讲这就是你若有法度学着迄功夫，你就我就去专食这道，啊，若学着这当然是有法度啊。所以讲真实呈现，不只是外靠真实呈现，内在的真实呈现，啊，内在的外里外呼应，你看懂不？你要看这个多一对，所以讲能无知者不离眼前，就怎样？就是在我们眼前啊，当下即是。能证知者当下无事，人有时候是印证的不够，那都是在比量中显现，跟限量。所谓限量，就是讲当下因拢是主题的啦，是限量。啊，比量就是讲比就是，比如讲你听隔壁人咧讲话啊，哎，要有人的声嘛，还是有人比啊。啊，讲看着烟对烟嘞，那么香嘞，你有安尼想啊？其实那不真实哦。你烟有可能是人咧收你烧滴庆烟嘛吼，毋是会烧。啊，你听有人讲话是人收音机咧讲话啊，毋是骗你啊，敢是安尼？所以那是不真实、不直接。啊，你就是简单是什么评判是啊？我听了上动，听了上动，那都是比量，那个都在有量、有限量中。啊，真正的限量，你才去体悟到。印证到内在，由外印证内在之后，内在非常清晰的当下即是，这个菩提心就完了。好，咱讲修道入门，后向为先嘛哈，所以佛祖的传法有能先，有些楞伽经，改为金刚经，这两种怎样？六三九六回。但是对以下三位大师意义的不一样。文集嘛哈，鸠摩罗什易经大师，我今天在说，这个他重视文字，重视文字。易经都重视文字的，他还要翻得正确。一个讲细料我去记了，我应该是我好像健康，我是健康，健康是健康，但是其中意义我了解是，比如讲一个有厘密字啊，以前是中国字啊，但是有厘密字人咧讲咧，就是一般咱安尼看无啊，意思差不多是安尼。所以后手有人看无人啊，伊并无早，基本上并无早，你看对啦，达摩祖师。你了解这个传佛心料，它就不利文字。它有文字哦，但是有文字哦，但是不利而已哦，不是去除文字啊。不是讲我来读册就要听经哦，这有较困难，也是可以的。你让咱天哦，那个暗室有光，这个房间啊，做细节会当来金基做办，但是有光一样会亮哦。房间做房间会讲会加热多，但是讲咱的精神人天气好，咱大家都聪明。不同的房间，一定这两个是但是就是个人根基不一样，但是量一样是量，所以说它传佛心一样是量的佛，但是它用在你能在佛语文字，就是要你听佛心就对了哈。再来这张就传心的说，诸佛妙理非观文字，它这个就在更高一层的。你
己是无够，钱也无够，因咱人的心不够平静。所谓戒定慧嘛，咱拢要有智慧，但是你迄智慧无够吼，就要靠定静来辅助。你定力不够辅助的话，你的智慧哦拍不开。迄个潘朵拉盒子宝盒智慧宝，你拍不开，拍不开是因咱不得力嘛。不得力意思就是讲，比如讲，今仔日咱好势在相关地区啊，一支毛笔写来无好写，咱不得力嘛。咱写到尾啊，一支毛笔变做好写，有啥物原因？各位先生，你想看嘛？一支毛笔变好写有啥物原因？写久。写不熟练嘛。还有什么原因？变毛个才是。还有什么原因？过水过木。投入的心。投入的心。还有这几样嘛吼，各有就是抓到要领，也是要领。写久吼，写久无你较厉害，也是要领啊。也是要领吼，你咧写，每一遍拢唔听哦，特别爱写的吼。你看人咧写，但是咱其实唔是安尼写，伊咧写是安尼写，对边吼安尼，边安尼，那个边安尼，那个边安尼，伊一个动作4个动作，感觉一个，就是伊内面有4个动作。所以咱做到要领，第一个是你技巧熟练，你的采水很好，你做到要领。第二个上，你的心有够定静，你或者目前有，或者把更多的这种人要抄袭嘛。然后其中小评论出来写讲，这也无啥，说这阮定咧写，无迄期啊，无咧说我无迄其实规矩这一下，规矩咱知影吼。就是写标准的规念嘛，规念就是做个标准的意思。你什么规矩？就是150公里，去迄个经理那边一个50块，然后你很好写。你说这是1毛钱，我说下午一阵一下哦，完全不一样。跟用那个原子笔是硬笔嘛，你看字个出价了，但是迄个毛笔是你看字个较亏起啊。你看写拼的不快就是的，笔看袂水，硬毛笔就是粗细嘛。咱咧写毛笔就是粗细，笔中劲大，越大就好啊。就是有粗细，感觉讲伊是毛笔是咱个是啊，就是太电脑了，所以讲你用原子笔写都是比较粗细的，那就功率比较小一点。你要用铅笔写，它功率会大一点。有人说，我抄写心经，每写一个字，我心都很静哦，都没办法。像较早咧，走那个问题题嘛啊。后续又发现一个问题，那写成太高，那写哎嘛，是不是这样子？或者高但是不要1、2、3、4，要内是很顺的，1、2、3、4、5，要这样写，1、2、3、4、5，就这样子，1、2、没有1的是行书啦，行书1、2、3，行书让出来，这个楷书应该要慢慢这样写。像我们这样写内在比较好，1、2、3，他们在念50分经不行吗？1、2、3、4、5，1、2、3、4、5，那就是让自己内在静下来。但静下来的时候，你这种不少3心可以实现，一点金刚看出来。所以说，这一般都是后面第二个这个歌行里面的了解，第一行自行误入，什么叫自行误入？一家3倍刚嘛，一听了应无所住，生生的心。中文老师说，生其心而无所住也是可以的。那目前是较适合这个答案。一个是误入，伊行到这30分内面，伊心中已经也静的想起来，内心的声音就会出来。我该怎么样来表达我的意境？我该怎么样让我自己内心能够怎么样？已经是咱有这个打算了吼，但是伊有小可误入哦。伊若无误入吼，伊就误做是我所讲出。跟谁呢？为求做，不求因。我弟子自心长生智慧，即是自心福田。不知叫做何物？意思是讲，已经心了慢慢的开启，这才不足够了所以五祖跟紫受以后就开启了
伊就讲着自信本不动摇，能生本，万法根祥呢。所以讲，一个隐修15年，一旦条件本体慢慢就契机，应用无碍，觉醒圆满。当你大家接近开始，你大家出山，你拍死，你看他虽然给人有来有去，跟起来，一切是用理念修的，完全没有跟人家有动静的。所以伊习惯常常要圆融啊，伊印证了，你看刚出来给人讲啊，愿事为师，哦，我帮你去教章，我签字我老师，我的印章老师就不简单，一般人是我都做这个物件啊。但是我们平常修道的话，不用在乎说谁是，只能说学长学弟了啊，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求他教我们什么，彼此研究嘛，大家研究彼此嘛。所以说，在菩提心完成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要完成就是言下视之本心，见之本性，念念无止，念念之见，万法无自。咱来看这个念念之见，什么样念念之见？就是每一个，那或者是说每一个当下都要悟到，每一个讲话都要往自信发生出来，都要领悟。天地万物何者不能为师？答案咱做老师，当伊咧教，咱伊嘛无早，伊咧教的时候来看着来是摸起来，就起来了，有无？一直在从中间现出那个天水相接组的太平那个就是没有一摸起来，就类似我们看到东西叫不近，就类似那样子感觉。所以念念之间，你每一两头拢是清澈的，这样才能够办法维持动一袂掉。与咱一人修行咱讲李文基，你那个经典写到什么？他即使能够契入佛境，学佛修道，但是他进不了魔境，魔客。那每一个人当做顺欢喜心，他得到一个全全的鼓励，也是上天的加持加庇护，迄种足简单啊。但是这个魔客就是你家己真正造现是魔客，你才能突破。所以能够万法无自，自的是周白嘛哈。所以讲那个咱今日讲的关照叫内见，那内见还要自见。主观少动作尽量少文字，那你内见力才会敏锐。我讲大家感觉讲如果你讲一项五官无动作，我是要去领悟的。各位讲想，你或许看迄个看迄个啥，有一部经典讲你若无文字，我就做关照。那各位先生，你句话讲干嘛？没有文字，你不能关照，你不能达到实相。他讲得很斩钉截铁，但是咱民俗语嘛无文字，三宝嘛是简单几字看清楚就讲了，另外科技另外就是安尼。所以讲，咱五官动作很少的话，才能够契入人生。动作越多，你的文字越多，有时候拢就不好造骗人了，要完成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内建力量敏锐的话，就是每一当下都看见了，看到看见都是领悟的，往内领悟的。所以说，文字波的关照波的实相波的，或许或者解悟、契悟、证悟，这三个都是悟嘛，但是它的过程不一样，其实是连接的哈。这些或许都是点到为止。连接讲这才讲白啦，但是你受你无受你来去不能讲，就是我讲，你外边大家师傅咧磨，伊嘛咧磨，伊做第四个师傅，人磨病就变病，搞袂过，就拍话讲起来所以咱简单讲，唯有神书一颗，对不对？久被尘劳关锁。那为什么他要说今朝纯净光生？为什么在今朝？今朝就是一个当下。咱咧看起来代志有些为了我在那个时候当下的时候，我内心有所领悟，结果就变了。我的当下，我内心受到启发。各位先生，咱在水中这个物件，你有领悟启发，你敢就是客气咯。
我就应该讲，你了了全发出去你的心啊，手边就是你的自信啊，手边就是入来哦，咱就是蓝彩的大师讲，很简单，很清楚嘛，了了手溜出去，要达到一个心性的运用嘛，所以才能够照破三观。这个照的是光啊，灵光，你自己的灵光要不只是眼睛看到，是自信这个目看到，触目看到，你才能够照破三观。当然就是那个底下的做印证了第三个是自成之子。极面跟有相，我们这是对照这个环境的，因为或许刚刚讲，我要找其他的车，但是那个车有时候它的文字结耳就拍够，刚刚讲有时候不是很好契机。你若刚刚讲我有契机的时候，我第二章我有一寡来举例经典的图手，来帮助你这解决。第二章可以看。当下看这个226位知道你讲极面各有相，你别看天空，我讲你觉得极面的东西，你如果找得到那个实相，你就我怎么画这个定感？所以有时候讲无相大涅槃，圆明常寂照。你讲真正无相的物件，你达到迄个极面的境界是圆明常寂照，圆明就是你自是圆明，但是那寂照就是你的定感。家己来去求取个境界你境界，这就是咱个人的修行嘛。咱想呢当下伊就无法度有所收获，就是咱即摆修行，咱用古早的经典来达到咱内在体验，这种是一个法门嘛。所以讲自常法师伊讲知见着外相，伊要着一个知见，伊刚是甲讲讲迄个，伊讲啥？讲迄个有章一面是非，开始或许想一下，意思是讲，你刚看外法就咧分是非啊，但是你知影灵光是无显现，你无法分出是非。自性灵光本就不是清净，没有是非的分别。你才会看外号，就是没有悟道的意思，有反照的意思。他就是说，就请他说，你要自己灵光常呈现，这样才能够知道无是无非。我无是无非讲都是去讲的真正是人的世界没有讲迄个无黑无白，一定是有黑白嘛。但是咱就是清净要反回来，那境界要从七圈返回底线，才能够知道是清楚可见，并无黑白是非嘛。因离见起来，那个对照的第五，为何不能当下悟入自己的圆明灵光常现？因为这是咱就是讲定睛功力不高，来辅佐观照的不高了。你呢观照的情况下的时候，水面